提过世界摄影大赛冠军的香港摄影记者高仲明，即马伫咧台北嘅客家亭举办伊头一届的个人展览《后时代革命》，希望用影像让大家关注到受人压迫、必须爱离开故乡的香港人。你看，我的手法就是很亮，然后脸看不到。 这张相片所翕的是2019年，因为患上中因素不得已来台湾的学生，香港知名摄影记者高仲明讲，这张是这的相片主角内底，互伊印象上深的。他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去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，就是想很努力的融合台湾社会。 经历反送中，国安法通过，真侪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，转去别位打拼过新生活。不过，因的心内却唔是真正平静。高仲明讲，伊所翕的14个人物，大家拢无想要互人认出面貌，所以伊就用曝光的手法表达因的心境。只是已经来了一个很自由、很光明的地方的国度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可能是还是很害怕，还是惧怕在香港他的家人有问题，所以也不能见到他们的脸。 高仲明表示，用后时代革命做展览的名，一方面希望大家通了解这寡被迫离开故乡的香港人所落来处境；另一方面，也希望各界继续关心香港议题。展览会到4月中左右。记者伫今日陆凯台北采访报道。